请照押。是啊，你的看赢伫倒落？是啊，你的厉害伫倒落？死的厉害就是罪，罪的关系是律法。总是感谢上帝，伊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看赢。信诗117首，何等奇妙听堂。会众请起立。请大家徛伫
因主教是咱的基督文，三甲基督。我伫天地地，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平安的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的过负我的人。无得带我入去去，就叫我脱离伊的拍。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者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中必然都临来受苦，见是一个死亡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我上天，一个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他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信神，公会教会，信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给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卖用启示文教导，启示文第65篇，伫信心后面1119页，就是启示录第21章。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地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嚎叫、叹疼。后来坐宝座。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物拢换新。伊阁甲我讲，完成啦。喙大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我要做因的上帝。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经过顶礼拜众兄弟姊妹同心纪念主的受难，佮庆祝主的国话，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替阮拍开天国乐园的大门。阮内心充满感恩甲信心，知影跟主的脚步。宣扬福音是人生上大的意义甲功课。煞接来到生命，我嘛要纪念先人的拍拼，到有现在子孙享受的一切，尤其是咱们信仰前辈的贡献，互阮会当成立温暖的大家庭，为着信仰互相扶持，勇敢向前。4天前，台湾发生大地震，造成侪侪性命的无去。身体的伤害甲财产的损失，求主怜悯。阮知影，阮有足侪所在得失你，伫你面前，阮是遐尼的渺小。即边的地震甲一站的米干困生，后来改名班克的生中毒事件，一点点的毒素就互人命失去。这拢是大自然的奥妙，人类有啥物好夸口的？阁有意无意破坏大自然，掠去这几年来，阮徛起的地球常常拄着极端气候。圣经教示咱，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拜迄位神的，就是长命。主啊，
你明知人类的骄傲甲罪恶，阁愿意接纳阮做你的囝儿，这是何等的恩典！面对种种的天灾甲人祸，阮知家己上需要的就是倚靠主，行主教示的道路，四界传播上帝国的福音，甲会当亲近主。透过祈祷，你的神会伫阮的身边陪伴阮、保护阮，求你坚定阮的信心，每日遵守你的教示，一心信靠主。嘛求你保守调伫地当中的民众，早日脱离困境，救人人员出入平安，安慰地当引起的不幸甲损失。阁求你保守伫咧病痛中的兄弟姊妹，早日恢复健康。敬兄弟姊妹甲家人，无论是陪梦还是出游，一切平安。恳求你继续带领台湾向前发展，成做上帝国的见证。以上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这是邀请敬拜团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是《开路者》。
患难间，你仍然掌权，你不停止，掌权到永远，你不停止，掌权到永远。即使眼未见，你全然掌权；即使患难间，你仍然掌权，你不停止，掌权到永远，你不停止，掌权到永远。即使眼未见，你全然掌权；即使患难间，你仍然掌权，你不停止，掌权到永远，你不停止，掌权到永远。即使眼未见，你全然掌权；即使患难间，你仍然掌权，你不停止，掌权到永远，你不停止，掌权到永远。开路者新生机的神，持守应许，黑暗中光明，活神永恒的君王。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持守应许，黑暗中光明，活神永恒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不变的君王，得胜的君王，永恒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不变的君王，得胜的君王，永恒的君王。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持守应许，黑暗中光明，活神永恒的君王。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持守应许，黑暗中光明，活神永恒的君王。感谢敬拜团的学老，诵读圣经，上帝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22节到33节，就是咧汉语本圣经新约第135页。以色列人啊，就听我的话。拿撒勒人耶稣，上帝百姓以伫恁中间行各样的官能、奇事甲神迹，来对恁证明伊，这就是恁所知的。依照上帝定着的旨意，甲大神知的已经受计送，恁遮的做不法的人的手，定是立计害死伊。总是上帝偷办遐个死的苦叹，互伊国外。是以袂互死所逼迫，因为代表有旨意讲，我看主常常伫我的面前，一点伫我的正面，互我免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旨快乐，搁我的肉体嘛要点伫慢中，因为你无要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也无要互你的神的拄着朽烂。你摆用换命的路指示我，要互我伫你的面前满心快乐。兄弟啊，先做代笔的事，我通好胆对恁讲，伊已经死，搁埋葬，伊的梦到今仔日还伫咱中间。伊既然是先知，搁知上帝八甲伊咒诅，要伫伊后裔中设一人坐伊的座位。伊大神看出安尼，就论耶稣基督的国仔讲，伊无放下伫阴间，也伊的肉体无拄着朽烂。即个耶稣，上帝已经互伊国仔，让遮个拢做伊的干净。伊既然互上帝正手举伊悬悬，搁对伊白受所应允的信心，就将即个降落。就是恁所看见、所听见的讲道，请周宣信牧师讲道，题目是为死亡的苦叹中讨棒。
咱即个同心来祈祷，永远存在上帝荣耀的君王，掌权的主，你是永远，你是无变的。若是阮是有限的受造物，阮的年日有限，阮伫世间的日子也伫你的掌握的中间。主，阮伫几工前摇摇喘，因为拄着25年来台湾上大的地震，我的心惊吓，一分外前久就已经造成不止大的伤害。虽然整体台湾无因为这个地震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总是对拄着死失，也是所住的厝倒坏，失落侪侪财产，或者的同胞，这的损失，这的艰苦，是因无法度通承受的。地震互阮摇摇喘，总是阮更较需要摇摇喘的，就是伫地震背后即个创造的主宰。诗人讲，阮爱伫你的面前存敬畏的心，时常敬畏你做主。伫阮的一生的中间，虽然阮有阮家己的意志来选择阮要行的路，若是耶和华来安排阮的道路。主，若是你愿意，阮会通来计划明仔载要去即个城，要去迄个所在来做生意来旅游。总是这是，若是你愿意，毋是阮所会通控制。明仔载伫上帝你的手中，阮的性命逐工也伫上帝你的列你的中间。主啊，恳求你，互阮因为你来得到徛在，伫你的面前。知影凡事有你的安排，阮不管拄着什么款的代志，就是伫死亡的中间，阮也会通得到逃亡。主，这个世间有真侪苦痛，有战争，有天灾，有任何有意外。若是你是阮永远徛起的所在，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山寨。恳求上帝，你帮助阮通过阮所经历伫生命中的，特别当阮爱面对死亡，即个阮真无爱去面对的对阮上大的威胁。恳求你，互阮通过圣经也主耶稣对死过活的即个事实，互阮得到知影，将来虽然阮肉体会死，若是阮要过活。来得到永远的活命，是因为上帝你的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是因为圣神已经嵌印伫阮的心内，讲我是属于主你的囝儿，安尼阮就无惊吓，来过阮每一天的日子，随时阮都便便。当死时临到的时，阮受牵线转化性命，到伫你永远的国度。特别求你通过人真有限的人脉，对伫即个阮也未经验到永生的活命，用圣神来，互阮有即种的把握确信，因为安尼，阮通面对迄个也未到的明仔载，因为你活，阮也要得到永远的活命。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想伫咱的一生的中间，咱拢可能有捌听过一寡对咱有影响的一寡演讲。伫咱的这个时代，大概我举几个例，一个真出名的演讲是林肯伫 Gettysburg 这个战场的时阵，有发表盖茨堡的演说，一个政治性的演说。因为1860几年伫盖茨堡遮南北战争。拢总死7000人，这个城市真大的忧闷，所以因有一个纪念的仪式，为着这战死的这战士。
伫林肯要演讲以前，第一个讲完讲2点钟，讲足侪代志，总是无啥人会记哩。林肯伊第2个去哩，伊用272个字，3-4分钟来讲出这个出名的演讲。伊讲这场的战争，毋是为着美国联邦要联合，这场的战争是咧讲咱国家立国的精神。上帝创造人，不管伊的皮肤什么款的色，不管伊的阶级，不管伊受什么教育，人伫上帝面前拢是尊贵，拢是生而平等的。所以，这场的战争是自由的逃亡，互所有的人享受到天赋人权这种的有意义的，毋是干那为着要互国家通过战争来得到联合。林肯的这场的演讲真短，听讲干那4分钟尔，总是伫美国时常受引起。第2个演讲，我想咱也捌听过，丘吉尔伫1940年，当甲德国开始战争的时，伊来讲出，阮绝对无大项，阮伫海岸、伫海上、伫空中、伫陆地，一定甲纳粹德国战到底，绝对无要大项。不过就是罗德马丁伫1960年，为着黑人的民权伫 DC 伫华盛顿讲者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我迄个梦就是有一天白、黑的、红的、黄的，不管皮肤什么色，大家做伙伫遐来敬拜，大家做伙相挺来过迄个日子。这场也是真出名的一个演讲。还佫一个较小型的演讲是苹果这Steve Jobs 2005年伫这个 Stanford 大学毕业典礼，我想真侪人有读过、听过伊这场的演讲。伊讲伊的生平，最后2句讲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我感觉中文甲翻了真好，就是毋茫咱咧追求新的财物，亲像枵餓，想要得到饱。总是你时常保持我也不足，我需要搁较侪来学习等等。这是世界真出名的演讲，也激励真侪人，影响到迄个时代。总是有一场演讲，我想咱有时定定会去甲疏忽去。这场的演讲事实上已经影响世界2000年，就是彼得伫五旬节的时阵，伊指示伫上帝圣神感动下面讲一场的讲道。伊是一个无受什么教育，伫加利利咧讨鱼的讨鱼人彼得。地点是伫耶路撒冷，时间是伫耶稣受钉死50天了后，迄个早起9点。因为圣神的降临，递到这120个耶稣的学生，地震动有足大的声音，引起耶路撒冷真侪这百姓的注意。伫迄个时阵，彼得徛起来讲，恁想讲阮是酒醉，伫遐咧花酒疯，伫遐咧黑白讲话。即摆9点，无人9点以前啉醉啉到安尼。今仔日阮会安尼，是因为圣神的降临。当时听众是真侪对海外为真侪所在倒转来过犹太人五旬节的这些百姓。这场的演讲就是记载伫咱今日所读的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毋知你捌好好起来研究这篇的演讲？今仔日我甲咱大家做伙来思考这场的演讲主要的内容。这场的演讲造成了教会建立，因为使徒行传2章41节讲，彼得讲了后，这个人心刺察，甲彼得讲兄弟啊，阮已经甲耶稣钉死，无阮即摆是要安怎做？彼得甲因讲，恁认罪悔改，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接受洗礼，因为这个是上帝计划。伊讲对迄天，这场的演讲当时至少感动3000人，成做教会的基础，然后教会渐渐建立起来。所以咱来研究这场的演讲。伊第一个讲以色列人，因为伊当时的对象拢犹太人，拢是遮倒转来过节的。伊讲恁着听我的话，恁拢捌即个拿撒勒人耶稣。伫即几年的中间，
上帝不用伊伫恁的中间行各种的观念、甲技术、甲信念，伊会行这信念、技术来证明伊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所以，咱伫无久以前讲，章丘主日为什么遮侪耶路撒冷的百姓伫遐来欢迎？因为伫章丘主日前无久，伊才互猎杀罗国话，迄伫耶路撒冷真军伫伯大尼发生的，然后所以耶路撒冷的人，大家拢知影讲，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伊互人讲话，伊行足侪信念，这3年阮已经听真侪啊。彼得讲，这是恁捌的耶稣。上帝用关联，用迄个治病啊，行信念的关联，互即个拿撒勒人耶稣，伫恁中间行这个代志，我相信恁已经知影，即个人毋是一个普通的人，这是恁已经知影，恁已经认捌的耶稣。所以我要甲恁讲，恁毋捌的耶稣，上帝照伊定着的旨，甲大成灾已经受偷放，借着不法的人的手来定十字架害死伊。保罗直接彼得直接甲这当时犹太人讲，是恁借着这不法的人，遐个无容易耶稣得到正人勇大的人，用各种的方法甲伊定死伫十字架顶来害死伊。你毋知影，这个是上帝定着的旨甲大成灾。虽然恁当时毋知影，即摆我甲恁讲，上帝早就知影，伊的囝来到世间，为着世间人担罪，人无法度通接纳伊，一定会发生。伊一定爱上十字架来替人负罪的代价。上帝早就知影这个代志啊，这是恁所毋知。总是上帝偷放死的苦痛。我想这个死的苦痛，毋是干那咧，互咱去回想十字架顶耶稣伫肉体悬顶，伫遐受偌济鞭拍，受偌济这个艰苦。上帝互伊对死对咱来讲就是隔断，对咱来讲就是黑暗，就是沉沦。那是上帝偷放拿撒勒人耶稣，互伊无拄着死的苦痛。互伊对死人中国啊，因为伊袂当互死所逼迫，死亡袂当甲伊困住，袂当甲伊永远伫迄个梦内底。所以这是上帝亲身介入伫这个代志观点，伊已经对死的苦痛中得到偷放，然后伊甲话锋一转，伊要证明这个拿撒勒耶稣就是早咱真侪先知、真侪君王咧预言的弥赛亚，所以伊就提到彼得，彼得就提到大卫。所以伊讲，因为大卫不知弥赛亚，不知耶稣讲，我看主常常伫我的面前，然后也基督弥赛亚伫我的正边，我就袂摇动。伊是咧因诗篇16篇来证明。这个基督，伊是一个独特，伊的独特性吼。咱若去读诗篇16篇，我想这个诗篇伫启示文内底有，所以说咱定定不知识吼。诗篇16篇讲我常常敬仰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掣。大别讲，若是耶和华上帝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掣。我的心会真欢喜，我的灵会真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为着什么？因为伊相信上帝袂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上帝毋若袂互将来即个弥赛亚、即个圣的拄着香烂，伊有一天嘛会互这圣的百姓袂拄着香烂。所以伊用安尼来讲诗篇16篇，彼得小可甲诗篇16篇有小可甲改，伊的讲法是讲。大卫因为基督，伊讲我的心真欢喜，我的真快乐，我的肉体也要踮伫暗网的中间，活伫暗网的中间。大卫一生征战无数，但定定拄着死亡的威胁，定定拄着这代志，总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伫我的正边，我活伫暗网的中间。因为我相信，你毋若无互基督。
灵魂放下伫阴间，有一天我的灵魂嘛袂放下伫阴间，我嘛袂拄着休难，因为你已经将活命的道路指示我，我要互我伫你的面前满心快乐。活命的道路，我想大卫咧写诗篇16篇的时阵，已经有一寡年纪啊。所以，这个活命的道路，毋是咧讲我一生是安怎经过，嘛毋是咧讲将来我会拄着什么代志。伊咧讲的是，上帝你已经通过弥赛亚，互我知影永活的道路，国活的道路。这是一条，互你甲我会通脱离死亡的惊吓、死亡的痛苦，会通互咱讲，毋是就土归伫土，就向哪去就无去啊。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弥赛亚指示咱一条永生活命的道路。彼得也继续用大卫来解说讲，大卫咧写诗篇16篇，毋是咧讲伊家己啊。所以安尼讲，兄弟啊，原来咱大家上尊敬的君王大卫，我今仔日好胆甲恁讲，伊1000年前大卫已经死，埋葬，伊的墓今仔日也伫咱遮。我会记，阮2012年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的时阵，嘛有去拄着讲这是大卫的墓，毋知有影无影，咱毋知。总是咱知影当时大卫有死，伊也埋葬。总是彼得伫遐讲，大卫嘛是一个先知，伊毋是干君王尔。所以伊知影上帝捌甲伊咒诅讲，将来伫伊的后裔中间，有一个人会来做君王来接伊的位。大卫讲这句话的时阵是1000年前，主前1000年。到彼得咧讲这句话的时阵，事实上因也受罗马控制，因也无一个讲大卫的后裔会来做王，迄个军事领袖。这是咱今日伫新约的时代，咱倒转去看知影，约瑟甲大卫拢有约瑟甲这个玛利亚拢有大卫的这个血统伫咧。所以将来上帝设立耶稣基督来坐伊的座位，所以大卫大先看出安尼，所以伊咧讲，毋是咧讲伊家己，伊是咧讲迄个将来弥赛亚，迄个基督的国活。上帝未将基督放下伫阴间，也未互伊的肉体拄着朽烂。那安尼，今仔日大卫也因为安尼充满了愿望，有一天我的灵魂嘛未受放下伫阴间，我的肉体嘛未拄着迄呐。我要相信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他怎咱咧读使徒圣经的时阵，这是咱的信仰的核心。你讲我大卫是咧预言迄个弥赛亚，是咧预言主耶稣基督的国活。然后彼得甲这些百姓讲，这个耶稣，恁捌的拿撒勒的耶稣，上帝已经予伊国活，阮遮的亲目看见伊国活，阮做伊的干净。伊今仔日予上帝正手已经举悬悬，也对爸，今仔日阮也对天父上帝领受到主耶稣捌应允的圣神。所以这是你今仔日看见，阮今仔日的圣神充满，伫遐讲方言等等这是恁所知影的。所以，甲整理起来，讲到这，彼得伊是咧甲这百姓、甲伊的同胞讲，耶稣的死亡，伊的国活，伊今仔日受上天高升，甲今仔日恁看见圣神降临伫阮的身上，这代志拢总咧证明，耶稣就是迄个弥赛亚，就是迄个将来要来救赎世间人的。因为伊继续用使徒行传2章34甲35，咱头先也无读到这两段。因为大卫毋捌上天，所以伊家己讲主甲我的主讲，这有两个主。第一个主检测是咧指上帝，我的主是咧指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上帝甲基督讲：你坐我的大饼，听候我，互你的对敌做你的脚踏椅。今仔日主耶稣受高升，坐伫上帝的大饼，伊最后的对敌就是要互所有的罪恶甲死亡来拍落伫伊的脚下。
所以360讲，安尼以色列恁全家就确实知影，恁捌的拿撒勒人耶稣，上帝今仔日证明伊毋是干那拿撒勒人耶稣，已经设伊做咱正人的主，做基督，做弥赛亚受我迄个，总是恁家己钉伫十字架顶。所以伊安尼讲，即个就是彼得引用诗篇110篇的第1节。耶和华对我的主对基督讲：你担坐伫我的正边，因为伊死过我上天了后，听候我将你最后的对敌、罪恶甲死亡来做你的脚踏椅。代表讲，即个赢过死亡人最大的对敌是伊的主。连君王大卫，咱上尊敬的民族英雄，都称耶稣基督做主啊！你甲我，咱敢袂？敢毋是也应该称伊做咱的主？因为基督已经将死亡打伫伊的脚下，伊对死过活，证明伊就是基督。所以伊最后就是讲，咱爱确实知影，上帝设立伊做主做基督。所以遮有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啦吼。伊讲原来恁所捌的是历史上捌在咱中间生活的拿撒勒人耶稣，总是今仔日包括阮嘛，今仔日才知影，原来阮第一个列比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阮嘛无想到讲耶稣定死了后会过活，会上天。这代志到今仔日，阮才知影，伊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神学上有一句话讲，耶稣的过活，互伊对历史的耶稣，诚做信仰的基督。伊捌伫历史，伫世间30几年，在历史上活过的，这嘛是当时彼得甲因即群人，咱知影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今仔日伊死过活证明，伊毋是干那拿撒勒人耶稣，毋是干历史上捌存在过一个人，伊是永远的上帝，是咱信仰的中心，是信仰的基督。所以咱看耶稣的生，伊道成肉体，证明将来伊一定用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间。咱来读旧约，咱看以赛亚第9章，圣诞节的时阵，咱来读这个圣经节，当时。上帝都有言甲以赛亚伫耶稣诞生700年前讲，将来有一个婴仔，伊要用人的款式来到世间，然后伊要赏赐咱来替咱担当罪恶，伊要称作奇妙的魔术。上帝计划超过咱所通想象，伊是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诚做一个婴仔来到咱中间，伊是永远伫地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伊也要带来人甲上帝、罪人甲公义上帝中间和平的人群，伊也望促成人甲人中间的和平。这个婴仔伫主耶稣基督身上来显现、来实现。所以使徒约翰，伊讲道成肉体，上帝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咱伫伊的身上看见迄个恩典。看见上帝爱咱遵守的真理，咱知影约翰捌甲彼得以及雅各去到变毛山悬顶，看见耶稣甲摩西甲以利亚伫遐讲话，面貌发光。约翰讲，阮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约翰1章14，所以耶稣的生是。对大笔到以赛亚到伫彼得这个时代，证明伊的死。耶稣的死是为着咱担当咱的罪，所以无久以前，咱顶礼拜才一直读以赛亚53章第10节，上帝互道成肉体用迄个无罪的来替我有罪，所以。行出的约翰看见耶稣的介绍，就讲看这上帝羊羔为着要担当世间人的罪，他要成为祭物，他要成为赎罪祭的祭命，用伊的性命来赎回咱。所以以赛亚53章第10节讲，上帝欢喜顺下伊，迄个欢喜咱读起来感觉怪怪，所以上帝不得不得安尼做，互伊受苦难，
互伊的活命诚做赎罪的代价、赎罪的代价，来替咱献伫上帝面前。所以希伯来书就一直用旧约因的献祭的观念，咧甲咱介绍即个基督，伊是咱的大祭司，是人甲上帝唯一的中保，伊会替咱来求上帝的怜悯，替咱来祈祷。伊本身毋是大祭司尔，伊也是一个祭物。以前旧约都爱用羊啦、牛啦，这动物的性命甲血来赎罪，总是到伫主耶稣基督教的时阵，是用家己的血立圣所，替咱献赎罪祭，一摆就够了。这是希伯来书甲咱讲，一摆就替咱完成所有的赎罪功劳，得到永远的赎回。所以伊为着咱的罪来死，然后伊为着咱来救我，伊互咱看见。原来性命还佫有一个可能性，原来死毋是咱最后的终局，国活甲永远的活命，才是咱应该把握着。所以主要说，伊知影即种的救赎，世间人伤聪明，真侪人无感觉，会感觉讲哪有遐尼好康的代志，无付出代价就得到赎罪。所以真侪人认为我爱做功德，我爱做什么？耶稣甲学生讲，若毋是找我的爸感动引带迄个人，就无人会就近我。但是我甲恁讲，若就近我的，我伫末日要互伊救我。我实甲恁讲，信的人有永远，救恩已经伫迄个所在，你要不要接受？即马伫沙卡洞迄个所在，已经有人要救，你需要直升机甲你救起来。总是你不爱接受，你不爱接受这个，你就没有得救的可能。耶稣讲我是信的人有永远。保罗讲这是咱信仰的核心。耶稣若无救我，你的信是空空。若无永远的活命，今仔日这个是软弱者的拐杖，是迄个无仰望的人的鸦片尔。信仰对你无意义。上帝捌互主救我。也要对伊的关联，互你甲我救我。哥林多前书第6章，你特别读15章，若无救我，你若无相信救我，你若无相信永远的活命，你若无相信通过耶稣基督，我会通面对死亡以后来领受迄个上帝应允。今仔咱的信拢是空空的。我想死的痛苦，咱拢捌经验过，到这个年纪，感觉有时。看见咱所听的人伫病床悬顶，插遐侪讲，等等，毋是敢若身体上、精神上，咱嘛感觉非常的痛苦。做牧师遐久足侪重视，甲你讲袂惯势，也很不喜欢。对死亡来讲，互咱感觉非常的痛苦。迄个感情上，无法度通割舍，有时灵魂上的痛苦嘛是安尼，甲安尼都无去啊！伊即马人伫倒位？灵魂归向什么所在？咱对死亡有无限的惊吓甲无奈，所以咱最近就已经看见讲，哇！我食一顿饭尔，一个人就不在了。不过30几岁，你也觉得很可惜。刚才去花莲、去太鲁阁、去hiking、去享受一瞬间。人都无去啊！意外，咱离死亡无真远诶。死亡对咱来讲，毋是足遥远的将来。无一定你甲我有明仔载，这是咱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所以对死亡，你有准备啊无？死亡提醒咱是有限的存在。不管上帝互你伫世间搁偌侪年日，有一天咱可能拢需要单独去面对。有一天，咱拢需要去面对这个，亲像诗篇讲的，人一断去，伊的计划伫迄天就消灭。我最近开始咧计划讲，退休了后，我要创什么？我会通计划，总是上帝若无同意，上帝若无永允，我要去遐做生意，我要去遐度假，我要去遐创啥？上帝若无永允。你一切计划，你一切梦想我盼望抱着孙啦，我盼望看到阮囝结婚啦。
一切计划梦想拢消失。咱所珍惜的关系，互咱感觉上死亡大的痛苦上大是迄个感情上的割舍。对咱所疼的人，好像迄个关系就断绝去。佫有侪佫较惊遐就是，如果我面对死，我准备好未？伫死亡的后壁是甚物款咧等我？咱拢有即种的无奈甲惊吓。为什么有死？圣经甲咱讲足简单，是犯罪啦。爱电路园是无死的一个天堂咧。亚当夏娃无犯罪以前，毋知影什么叫做罪呢？土地无刺配，无死亡，无罪恶。所以当因犯罪了后，上帝的刑罚就是：你都爱汗流满面，才会通得到饱。你都爱归土，到有一天，你就是为土做的，你要归入土。然后上帝赶出，互你无得到永远活命的机会，因为罪恶，伊袂当永稳。伊甚至派基路兵、派天使固守迄个活命的树，毋通过活命的树的果子，互恁食着，你永远袂死，啊，佫做罪，那怎么办？所以保罗伊真简单用罗马书6章20-30讲，因为罪恶带来死亡。对信仰来讲，毋是人身体自然的老化，是因为罪才互咱有拄着死亡。所以保罗讲，罪是对一人入世间。亚当的犯罪，包括咱伫老母的腹肚底，咱都是一个罪人。然后出世了后，咱所行所做，罪伫上帝面前是看作无公义、无圣洁的。罪对一人，对亚当入世间。也对一人才有死人的国活，对主耶稣基督的国活，要互咱得到迄个国活的活命。所以，请你会记得罗马书6章20-30真对啦，因为最后的工钱是死，咱逐个人拢会犯罪，咱将来就是面对死亡。若是上帝恩赐是永活，已经替你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伫边啊，在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十字架顶是上帝公义甲怜悯的平衡。罗马书讲，耶稣是为着咱的罪，即个婴仔，即个无罪的，为咱受解送，互咱送到十字架顶，嘛要为着咱称做义来得到国活。咱若用中文的圣经来讲，上帝耶稣互交伫即个罪人，是为着你甲我的罪犯，为着咱负罪代价。然后伊国活，是互咱有机会倒转去爱电路园，互咱有机会有新的身份。我靠主耶稣基督，我靠上帝恩赐，就是迄个永活。罗马书你若甲读讲即个真理讲足多，罗马5章21节，罪作王，罪互咱抵到死，同款恩典也要借着义来作王。互咱伫耶稣基督来得到永活，所以耶稣用死来消灭咱最后的对敌罪恶甲死亡。如果有机会，你好好去读希伯来书2章14节，讲假日有血肉之体，所以上帝也用血肉之体、刀成肉体来借着死消灭迄个死，借着死败坏咧将死权的，就是魔鬼。为着要偷帮咱一世人拢惊死真做罪落步的人。真爱韩德弥赛亚最后的迄个，顶礼拜咱有讲 ，the day death die， 当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死迄个时阵，当伊7日的头一个国活的时，迄个死亡已经受攻破。已经互咱知影，死毋是最后的终局。所以讲，韩德尔即个弥赛亚最后迄个毋知哈利路亚大迄个较后壁遐胜利的号角，用迄传配，用迄个小喇叭，分出真好听的音乐。是啊，你的胜利伫什么所在？你的毒气伫什么所在？死是因为罪来，罪是对律法来。感谢上帝。伊互咱借着主耶稣基督，会通因信来称做义。所以，因为耶稣咱知影，将来你甲我咱毋是单独面对死亡。
我最近看到一个咱你毋知有看到吼，有一个我无过倒转甲小可看过尔，一个囡仔是问一个医生啦吼，讲啊，你敢知影死后是什么样的情形？啊，伊讲我是事实上嘛毋知啦吼，毋过伊甲门开开，有一只狗仔入来，你毋知有看到迄个影片无？一只狗仔入来，啊，足欢喜啊，扑向即个医生。我就是亲像安尼吼，迄只狗仔毋捌入来我的诊所，伊毋知影即个所在什物款，总是伊知影我伫遐，伊知影我的主人伫迄个所在，所以伊入来根本没有惧怕，甚至充满了喜悦。因为伫死亡以后，上帝替咱陪伴。我毋知影约伯怎样去圣神的感动，伊讲到即句话，伊讲我知影救赎我的是我的。日后，伫咱面对死亡了后，伊要徛伫土的顶面。当我即个皮肉兼才拄着朽烂败坏了后，我要伫肉体外面见着上帝。兄弟姊妹，今仔日就是信仰咱上重要的。伊要互咱对死亡的痛苦的中间得到逃亡，搁活来享受永远的活命。咱连即句无讲真好读的圣经吼，啊，所以来做伙今仔日金句吼，咱做伙来读。独互耶稣对死人中搁活的，伊的神若徛起伫恁，就互基督耶稣对死人中搁活的，也要将伊的神。就是徛起伫恁的，互恁会死的身躯搁活。罗马8章11节，保罗是咧讲，迄个互耶稣对死人中搁活迄个圣神啊，徛起伫咱的心内，就将来即个气力，伊会当互耶稣搁活，也要互咱会死的身躯来搁活。今日咱下面这段时间来悼念过去一年。离开咱教会一寡信仰的前辈，来纪念因，因为咱相信，答应即时已经伫永远的国度，已经倒转去伫爱的老远。拜托咱晚点来放这个电火通甲准者。
做来祈祷。主，阮看见这信仰的前辈已经提升阮经过死荫的山谷，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主，阮少年因也学习因好信仰的脚步，来跑走阮人生的道路。因为阮知影，阮甲因毋是永远的隔断，暂时的三别是为着将来天堂欢喜、三甲自执期待的开始。恳求你，互阮持着这个信仰，持着这个信心，亲像大笔，因为安尼，我的心快乐，我的心欢喜徛起，因为你已经替阮指明一条各新各活的道路，将来阮也要去到上帝你的面前，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阮成做你的囝儿，求你将来接纳阮。无互阮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也无互阮拄着朽烂，互阮享受永远的活命。基督耶稣的名，阿门。这是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122首，替我拍破旧盘心，请起立。请坐。奉献，请陈秀玲、杨嘉欣技术施献。
请起立唱奉献的歌。请坐。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欢迎大家到阵来敬拜。今天日是清明主日，礼拜中咱有用短短的影片来纪念已经安享主怀的兄姐，原因美好的信仰的脚链，成做咱跑走天路的典范。礼拜了，请留来。斗阵到地下室，用爱餐来交易，互相请安。第二点，第二季的新书日，咱第二季4到6月的预定时间表已经安排妥当，请小姐体处收肯，搁尽量配合，也是参与教会各项聚会甲活动。然后负责服侍的同工，请注意家己当值的时间。感谢大家。第三点是教务进修课程，咱们庆祝设教70周年，甲新地圣经学院合办的3场讲座，第一场伫个4月22到23，就是拜1到拜2，伫个德信举行。这边的主题是破碎人甲医治的道，讲述是曾信德牧师，向前写看广播栏，请各团契也是个别的兄弟踊跃向办公室报名参加。第4点，主日学野外礼拜，后礼拜日就是4月14，第一场礼拜了要出发，前往新北5股的休闲农场。张牧师甲牧师娘也要斗阵去。后礼拜日，咱真欢喜邀请480牧师来进度，敬请期待。第5点是读书会，白玉谦长老带领的稳定多期读书会，对即礼拜3、4月初3暗时7点半，伫个办公室举行。有兴趣参加的兄弟，请向思涵干事报名。第6点，请斗阵来节约能源。进入热天了，用电的高峰期，今年电价阁要起，烦请各兄弟用心顺手关电火。阁伫个聚会结束了后，确定冷气已经停掉，停止运作了，甲离开。感谢大家的配合。第7点，斗球比赛。今年教育组主办的斗球比赛已经定喺4月28中昼爱餐了举行，欢迎个人也是各团体组队参赛。详细办法会陆续公布，请预留时间到时来共享盛举。第8点，建堂奉献甲义卖，欢迎大家继续为着花莲富利教会修建教堂奉献，用高管的方式，因有花莲夜光米甲迪姆兰米义卖来支持赞助。有感动的兄弟会使向各团契也是办公室登记交费。这建堂奉献甲义卖活动登记到4月底为止。详情请看广播栏。再来是团契消息，第是烘焙班，即礼拜5、4月12下晡1点有聚会，有报名的姊妹会记得爱来上课。第2点是夫妇团契，夫妇团契预定伫个4月27，就是拜六，前往宜兰、玉兰休闲农业区甲青色博览会举行春季旅游活动。有意参加的，请
戴任宽即事也是蔡淑兰姊妹报名纳费，客友每人800块，毋是客友每人1000块，上最40名。告解消息甲大多数人，请大家家己看。顶礼拜放的伫咧周报后壁，请大家家己看。我是毋知要补充咧。我来介绍几位人客吼。有2位为美国的会友倒转来伫中间吼，像即个前辈吼，张维道牧师，伊道牧师夫妇甲有伫遮无？哦，伊都张维道因2位伫纽约吼，伫纽约的教会服侍真久，退休了搬来加州，伫阮的教会。另外一位是陈宏明技术因夫妇甲阿花姐技术娘。后面技术看起来较细粒子，总是伊是洪辉牧师的哥哥啦，陈洪辉牧师的哥哥吼。也真欢喜，今仔日特别来看张维道牧师以前纽约圣安教会会友吼，义德的爸爸妈妈吼，陈俊义吼，因夫妇特别来遮，甲因以前的牧师3个见面。其他我遮无啥资料吼，请咱较定老咧会通做伙来交陪，咱就来行平安礼，好无？继续徛伫斗阵吟信息102首，哈利路亚！因国我继续了，请刘牧师祝祷。
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扶持，甲咱敬大家三合一的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这列岛散会。